双重压力，这是你的福利。不用讲话我就来，就没想到台词有点这样，后悔了。喂，帮我站一下，喂。这是什么关系呀？花起来！我来吹。大家好。23这个弯。唔系都做事达标的后生人么？唔系伫故乡的路用来行么？20年前的太剃头，系要改变人嘅人生么？客家电视台今年制作的一部有关寻找故乡、感情、老人生的故事。有只故事的名叫做4分之3。3/4蛮好理解的。故事的主角的这一家人刚好是一个4口之家，然后爸爸离开了，然后最后剩下来的就是这3/4嘛。然后如果是4/4，就是什么？就是完整的一家人，就是1。所以少了爸爸之后，剩下这3/4的怎么样一起继续留下来好好生活。好 ，OK， 我们休息一下哈，对。我可以这样。死而复生。吐火了，你要死回去吧。死回去。被气的。看到迄个剧名4分之3，我就马上就联想到，我有一句话讲4角烧3角，就是Q 一角，叫做 Q 角，就是一张纸，他用火烧把它烧了3角，剩下1角把它折起来，那个就是家里不知道是哪一个已经坏，往往回去都已经见不到你。官兵。离开嘅人越多，留下来嘅人就越重要哦。3/4不见得不是1，就是很多事情的它的缺少是它最完美的时候。人不是完美，就是总是都会有一个缺陷在。那你要怎么用这个3/4的你，去好好过4/4的生活？但是后来刚刚想一想，但为什么不是4/5？为什么不是5/6？剧中有一只角色喜欢当初，把故事戏的3/4，不过佢冇一句台词，专门负责行停停，有时还要表面演出，做得最好没做人，唔使时间一天看过佢。一下就停停加脚步，看見我帶去那邊。嗨，你爱 B， 唔愛去那邊，我愛去那邊，我愛去那邊，唔愛去那邊。唔愛去那邊。來喲，賣菜咯！俺嘅賣菜茶來了，買到就賺多，冇買到真大寿。卖菜车在这故事里面，它其实象征的是何宇跟爸爸的一个连结，或者更明确说，应该是说是爸爸的认同。这样，就是他从没有把卖菜车当成一门事业，到他开始认识这个工作，然后去理解这个工作，爸爸为何而做，他对于邻里的作用其实远大于卖菜而已。
从921之后，很多的地方道路啊都断掉了，很多物资都进不来。那爸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看到在地人、自己的家乡的人需要帮助，所以就主动的开始做了这些。一开始就是推车嘛，推着车去卖，然后一直到最后的卖菜车。这个一根200啦，一根200啊，四根算你100就好。如果是不是最一开始知道卖菜车的时候，我是有点问号的，但后来真的看到实体之后，我才想到说，哎，原来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附近我妈都会去买的东西，那一台原来那个就叫卖菜车，所以可以跟卖菜车一起拍戏，算是圆了我小时候的一种想象，就觉得哎原来是这样子啊的那种感觉。来啦，来搞你啦！啊，搞你卖菜啊！卖菜哦，七来卖菜哦，来七街啊！而且这个卖菜车其实就跟我们戏里面看到的很像，就是因为他走的地点跟路线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跟那种触鼻 gay 表其实都蛮熟识的，还会知道说你需要什么。卖糖果啊、什么杂货都有，是个移动的那种干妈店。阿哥，快快吹哦！小时候早上很常被这种车吵醒，吵死了。但其实长大之后就觉得很温暖这样子。来，爱前面慢慢来看。那这个怎么卖啊180元。那这个嘞100。这个嘞400。这个嘞，你干那直直问，想要买也无嘛？那你卖这么贵，我怎么买啦？哪会贵啦？你无看雨直直落。啊，你若无爱买吼，卖踮遮甲我定位啦。谢谢啊。你家要去哪里？去买菜啊。要去补我们家的那台高丽菜车，然后现在市场挑一些看有没有比较新鲜的一些菜，做一些肉，然后以及帮一些预定的客人拿一些他们要的东西，大致上是这样。应该行程对，非常硬。今天我的出发时间是凌晨12点半就起来出发，然后1点45分大队出发，来到现在的菜市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因为要抢菜市场的戏，然后又加上不能耽误他们做生意，在录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像音效。或是一些可能联系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太讲究，因为毕竟没办法，人家也要来做生意，那我们只能配合他们。明天是今年第一个可能会侵袭台湾的台风，准备要来。台风来之前的批发市场是最忙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风很急，那尽量自己要把这边所有剧都拍完，因为只有一次机会。老赵，哎呦，早，嘿，哦，彩色冻酱诶，我请的，你看嘛，高早，哎，炸，料，猪腿肉，三菜肉，卖菜茶，爱卖菜，爱卖肉，还有要卖这个绿豆、红豆，哪一边共清楚？白菜、黑菜、玻璃菜，
来一边动情谱。我们拍我们3/4的这一出戏，我们都是实景，没有搭棚，没有进棚，所以非常的困难，很克难，辛苦了我们的工作团队。从书画到场务，到导演，到制片，全部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快乐吗？你们快乐吗？很快乐，因为从头笑到尾，把自己拿掉，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把它圆起来，把戏拍好，没有什么99分、100分，就是最好的那个，我们认为最好的那个就对了，分数就由观众朋友来打。这次的配乐其实是会环绕在3首歌曲，一个是《仙语歌》是一个欢快的主题曲，然后一首是叫《时光》，是一个比较男主角在他人生的比较低潮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是女主角的插曲，就是 Teresa 演唱的。那所以3首歌曲我们创作完之后，再用这3首歌的片段的旋律去铺成整个的戏剧的音乐，可能做出钢琴版，做出弦乐版，做出吉他演奏版。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整个的这次音乐的主轴是会很清晰的。比如，所以用不同的乐器跟不同的乐风去在每一个已经本身就已经很有特色鲜明的人物里面的背景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的做法其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从人物做出发的一个配乐的方式。因为整部剧其实我觉得它的色调，当然它不是惊悚片啊，它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其实还是有点幽默的，对，其实很轻松的一部片子。所以《仙鱼歌》这首歌，我觉得就能够凸显其实整个我觉得一个整个片子的全貌吧。我们做俏皮的啦，可爱可能我做不到，可能就俏皮一点，活泼一点，这样活力的。好，红给他。暗眼摧残，心在代价 ，Oh no！ 太长，等一下。Oh no！ 因为你个糖油咧冻线是冻法拍啦，该节奏没冻呛爽，所以爱去到你出去吼，你爱去，哎呦，他马上就自入性行销，每动Kim 上动起台，又起飞了，做咧夹夹的咧看到了戏剧，今天 Kim 来就整个把歌曲的活力都带上来，那刚好是我们仙女歌所需要的。就差这个元素，临门一脚，有了，这首歌完美了，对啊，今天录得很开心。仙鱼歌录制成功。希望在这个剧里面，我们能够呈现的，从音乐的创意面或者从音乐的质感面，都能让观众觉得真的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嗨，你爱 B。唔愛先來 B， 愛先來 B， 愛先來 B， 愛先來 B。你要去哪里？你愛死茶左品右品都分不清楚，那做的是凊彩啦，左品右品嘅共用味道就好。你看，是乜嘅茶無愛天數就點點啦。韓國衛視拆卸出影片。你用了冇啦？阿茶，猛吃啊！不要再来了啦！
不是我开啊，是啊，他们要找一个，那我开的话，他们要找一个可以顶替我角色的。爬叉！是啊。这你冇行到，最終之後，人哋冇應該用開個方法。拜拜。啊，还有重兵吗？哪里？帮忙推一下啊 ！Action！ Sing it！ 抛弃现场，某个最有可能发生。拍出清楚的画面，黑压成人的目标。像是老少爷徛起来一排又一排看门，真劲当厉害。不过也够突，黑妹爱甲动作啊！好险，我因为这出戏提前去做一些重训，要不然刚刚以前的我应该累死。而且那个小孩子，哦，真的不是很轻啊。虽然你每走一步啊，都只有别人的3/4，可是一辈子很长的嘛，慢慢来，莫管嘿。只要你肯走，你也会有你的终点站的啊。讲是新建站，啊你呢？讲这就这。哎，越来越会顶嘴了。老阿妹还有姐姐后给啦。哼，爱丢题哦。听说呢？买谁好？按叫，我去哪里？打牌啊！3缺1，人家在等我啊，不能够让人家等太久。按叫冇见面，就顾得打牌。哦，对了，有件事情忘了跟你讲，你把我那个卖菜车改得很好，帮我们讲。你有中意吗？中意。早知道早一点给你改，我就可以开着车子到处跑了。记住好，我很讲因为冇中意。不用讲，放手去做，我会支持你。卖菜车是呼应何宇他自己的成长课题的一个象征，他其实在寻求爸爸的认同。这个戏里面还有另一种车是单车，它除了是文轩的一个兴趣之外，这也是他跟文轩会走得近的原因。加油了！你会尽量准备。曾经骑单车的事件，也是他跟汉文这个好朋友产生心结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他在长大之后，在这个契机之下，他想要重新学单车，甚至挑战可以去骑完一趟单车的逍遥游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点像是弥补过去的成长路上的遗憾，或者是自己没有克服的难关。不用了，不用给他们，他们直接上来就好。他现在在拍我，不是要拍你们在干什么？这是抢镜团啊！然后你已经得了这边男配角，你还那个镜头？你刚刚卡一下都忘记我得什么奖了。所以你们，你是不是得了那个金酸梅奖？挺可爱的，好帅！来，我第一首歌要点500大坑了，第一首就包点500的。丰益啊，丰益！来，推瓶饮料。丰益大牛牛，丰益大牛牛。给去睇3/4的安仁卖菜茶，纯度的1/4，就是带点福益神藏的私人茶。不过一台2年的私人茶，嘅气氛是冇比嗰台西货茶强松哦。我们先往后贴哈，然后休息一下，后面找位置啊。你这一场下去了，然后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这一场就是这部戏非常重要的一场戏，我待会要去挑战我自己，要去骑脚踏车，确实也一方面也是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这个梦想也包含了爸爸。今天这样算是体力会透支吗？还好，没事啊，我带他。是很简单。追风少女，
没什么问题。这汗是公公帮你补的还是自己？当然是补的、啊，不会是我的、啊。对啊，我不会，这种程度不可能流汗，不可能。很做对吗？做对啊。没关系啊，我妈会去咩做对啊？做对，你先走啊。我要本来香多，安尼要较食。好啦，今日去前面等你啊。好，加油！加油！可以。学习加油啊！你在干嘛？我在等何宇什么时候要跌倒啊！加油！你是最胖的，最胖啊！讲错了，你是最棒的。请问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准备去前面拍那个练习，准备要跌倒的画面，对啊。他跌倒，我们祝他好运。旁边去关心他一下哦。一倒不是我们在比赛。第一次骑自行车摔伤了。不是，前面就摔了好几次，所以摔的经验很多，是个丰富经验的人，所以我有需要，我骑不完再摔倒，还有就直接在这边就摔了，带点速度。所以这个在这边摔倒，然后再骑着，啊，差不多。摔得蛮好的、啊，没在怕，给他摔吧，摔吧。快走！撑住啊！再试一下！撑住！骑个脚踏车也没办法骑好，是怎样？他不是已经帮你装鞋垫了，还骑不好，能看吗？拜托，那么多人呢。相信唔看睇也是，就会发现，眼係唔係3%係乜嘅故事。不過唔怕，下是就帶我認識真正嘅3%。而準時收看哦。非常的困难，很困难，辛苦了我们的工作团队。好，来3，拜拜。Action！梦想的思念，用变奏，从遗憾用爱给反省。怎样？行かないで。阿贤，行かないで。我没有这样吧？我觉得我模仿的很像啊。你怎么知道？那你用你自己。